我见亘古长
在你面前，深知道你就在这里。想个所在，上帝的家，就来献上从今的敬拜，这是圣洁所在。上帝的家，在你宝座，你荣耀的敬拜中，完全心来敬拜你主，歌鼓双手敬拜你主。万灵荣耀的光，愿拍摆伫你宝座前，愿全心来敬拜你主，歌鼓双手敬拜你主，伫你万灵荣耀的光，愿甲情天使拍摆，深深敬拜你。这是圣洁所在，神在这里，前来献上最深的敬拜。这是圣所在，上帝的家，在你宝座，在荣耀的敬拜中，我全心来敬拜你主。高举双手敬拜你主，在你万灵荣耀的光，我拍摆伫你宝座前，我全心来敬拜你主，高举双手敬拜你主。在你万灵荣耀的
将天塞发发，我全心来敬拜你主，高呼上就敬拜你主，在你光荣荣耀的光，我澎湃的你宝座前，我全心来敬拜你主，让歌鼓声敬拜你主，在你光荣荣耀的光，万家将天塞发发，深深敬拜你。我全心来敬拜你主，高举双手敬拜你主，我全心来敬拜你主，高举双手敬拜你主，我全心来敬拜你主，全心敬拜，高举双手敬拜你主，敬拜你主，我全心来敬拜你主，我与众天塞发发，深深敬拜你。我的的心安静静在你面前，静，深知心在呀，你你就心在的家，我的的心降安伏伏在在你你面面前，前，知在道呀，你是我的心，让我的嘴里的歌，彰显你心意，使我看的，我要在这里见着你，你爱我的，你的人格，让我看见你的人格，回应你心意，让你洒泪，我要在家来敬拜你，你爱的光，你的荣耀。我的的心安静安静在在你你面前，
祝愿你心里有我看见，我的在家我的能力，你爱我的。在你面前，心在压力增加，上帝啊，求你保护我。我的神啊，你捌对耶和华讲，论到地上上的百姓，
用别的身体换妖化的，因现电话一切，我无要现。妖化是我的产业，甲我杯中的分业。所有互我的地是在伫真水的所在。我要学到迄个教是我的妖花。我常常敬奉妖花伫我的面前，因为安尼我的心欢喜，我的心快乐。因为你无将我的灵魂放下伫阴间，伫你的面前满足的欢喜。阿门。来亲近咱的上帝，伊要亲近咱。神与我们同在，容美君王，我心向你歌唱。以马内利，风雨中有盼望，荣耀同在，并肩安详。君王，我心向你歌唱。以马内利，风雨中有盼望，荣耀同在，并肩安详。荣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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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荣耀。你的大能无人能及，神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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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暴风雨中单单仰望你。神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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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暴风雨中单单仰望你。荣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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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的大能无人能及。神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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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暴风雨中单单仰望你。荣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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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的荣美无人能及。神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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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荣耀光中单单仰望你。荣耀，荣耀，你的大能无人能及。神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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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暴风雨中单单仰望你。
咱一日工作休困的时，咱都要到咱的厝。每一日咱要休困的时，要入咱的厝的门，咱祈祷讲：主啊，将今仔日所拄着遐个无好的经验甲情绪，我要甲伊等伫外口。我不爱我今仔所拄着无好的情绪影响我的家庭。这就是开门的祷告跟关门的祷告。也即你用这个祈祷做你今仔日工作休困的祈祷，将快乐的事我都会到你的亲人，将无快乐的事留伫外口。你为着一日工作的休困，伫主的圣殿内底来祈祷。主，阮将今仔日所拄着，无论是受气，无论是烦恼，无论受人的攻击，无论工作的压力，主伫阮要休困之前，愿用主耶稣的圣名，将这个重担对阮的肩胛头，甲伊摕落来。亲爱的主耶稣，阮将今仔日工作所拄着的担头，阮将伊交伫你的手，互阮伫今仔夜暗有好的休困。求你怜悯我，伊都求你怜悯我，主耶稣啊，怜悯我，主啊，求你怜悯我，伊都求你怜悯我，主耶稣啊，怜悯我。咱会当用十字架的祷告，咱将咱的双手交叉伫胸前，咱亲像互咱的天父甲咱抱掉咧。伫一日要休困的时，求主耶稣用伊的十字架，甲咱扛伫咱的行程，保护咱，互咱永远有好的休困。来用咱的双手，将主耶稣的十字架放伫咱的行程。咱恳求主耶稣讲：主耶稣，求你放手，互我永暗有好的休困，通困伫你的怀抱。咱家己甲主耶稣讨。
稣的名望。主啊，求你的名望，基督求你的名望，主耶稣的名望。伫今仔夜暗，咱要困之前，咱做一个祷告。主耶稣，今仔日所拄着的压力重担，主我要将伊关伫我的心门的外口。伫今仔夜暗，我无爱带着烦恼来伫我的暗暝的内底，一即个看路，一即个教业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我将这个重担甲看路放伫门外。主，这是阮的祈祷。亲爱的姊妹，今仔倒去了后，每一个夜暗，你若要休困的时，你嘛会当用安尼祈祷。这是咱2000年来教会咧教咱的兄弟姊妹一个叫做关门跟开门的祷告。透早要出去佚佗，要出去工作，咱用祝福开门。暗时要休困，咱用主耶稣的名，将遐个烦恼，甲伊等伫外口。咱甲主耶稣讲，今仔即个工作到遮，耶稣晚安，互我休困。上帝就高雅，无搁再烦恼，无搁再惊吓。伊若有上帝，拢无嫌啥物，无搁再烦恼，无搁再惊吓。有上帝。这礼拜咱的祈祷，甲上帝讨健康的身躯，无论什么种黑暗的关系对咱的搅扰，咱要休困伫上帝的平安，咱嘛要享受上帝所带予咱健康的未来。咱的上帝讲，我对恁的念头是想赐平安的意念，要互恁伫将来有愿望。主啊，感谢你。求你的名望，基督求你的名望，主耶稣。伫主十字架的面前，咱来举起双手，咱来领受上帝的祝福。
咱用咱的主耶稣举起双手讲：主耶稣，我欢迎你。主耶稣，我邀请你来到我的生命，伫这个暗暝，你进入我的家庭，你来保守我。亲爱的，这邀请主耶稣的神进入你的心中。主耶稣，伫你的圣殿，阮举起双手来敬拜你。主耶稣，伫你的至圣所，阮举起双手来邀请你进入我的心内。主，伫这个暗暝，你的平安进入阮的心内，你的平安进入伫每一个。伫你的面前出声求告你讲：主耶稣，你是我的主的人。主耶稣，求你将你的平安，甲你的怜悯，放伫因的厝内。也即咱家己，伫咱的额头，伫咱的额头，咱讲主耶稣，我感谢你。咱画一个十字架。主耶稣，阮感谢你，主求你将你的宝血抹伫阮的头壳顶。这咱首先将手放伫咱的额头、咱的头壳，咱恳求主保守咱的心思意念。然后你将你的手放伫你的腹部、你的腹肚，将你的欲望来求主保守。然后你换手伫你的左胸。将你的感情求主耶稣来帮助，然后你用你的手放伫你的右肩膀，你将你的理性、你的思想来交助主耶稣。这就是十字架的祷告。最后，你会当伫你的身体上画十字架。主耶稣，我将我的心思意念交伫你的手中。主，我是一个活我的人，我有我的需要甲欲望。主耶稣，求你帮助我，互我有清气的欲望，互我有节制的能力。主耶稣，我将我的感情来仰望你。求主你互我的感情有主你的圣洁，主我将我的理性，就是我的心思意念来仰望你。求主你互我因为敬畏你，我通得到智慧。主耶稣，阮感谢你。咱家己甲主祷，说使咱伫
咱的生活内底，若有拄着什么困难，咱伫主面前，咱家己甲主祷告，主啊，求你，互我得到你的怜悯。愿享受平安的上帝，互恁得到圣洁；愿恁的灵魂体，拢得到伊的保守。直到咱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，千祈无下事。咱同齐用主甲咱的祈祷来做咱的祈祷。阮伫天里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得成。伫地人亲像伫天人，阮的日时今仔日互阮，赦免阮的过犯，亲像阮也赦免过阮的人。无你带阮入地狱，着叫阮脱离迄歹，因为国、权力、荣光拢是你所有，到代代无尽。阿门。愿主的平安，甲恁三甲地地，对暗暝到天光。平安，需要牧师陪恁祈祷的人，恁会通来到头前，牧师会通陪恁祈祷。带主的平安，休困伫耶稣的疼。阿门。